YouTube，右上角那个图案自己的频道，你的频道，社群有很多好资源分享，但是目前是电脑版网站才能用。那个圆圈圈呢？那是佛像跟心经。对面还有韩国语文，韩语韩文心经韩文版，有看到吗？正中央是佛像影片播放清单，喜欢的影片就这么多了，超过5000部了。就是有看过，有点按过了。这个播放键一按，可能就是从头播放到尾。但是现在只要知道那个目录就好，没有一个向上推的呢，向上推的那个按那个电脑版的话，游标一按的话，会产生那个自己上移的动作。手机在充电状态下使用时候，辐射比较强。还有这个萤幕蓝光也太强了，所以也有那种手机程式可以减少蓝光伤害的，保护眼睛抗蓝光手机程式 APP 可以搜寻下载安装看看。那个流浪博士说跑5个学校了，1个月才收入3万1000元，真的有够辛苦了。要花多少岁月、多少心血、多少的折磨，才能过了硕士论文那一关，然后又过博士论文那一关，然后又过了这个找工作应征这一关求生存真的很辛苦人生大事求生存还要求真理求生存是随福求真理是随慧古圣先贤教人家要福慧双修，佛教的教义就是劝人家要福慧双修，福慧双修要达到福慧圆满福慧圆融。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所以说都要求道，赶快得到口梦圣道三宝心法。
嗯，人家的影片哦，画面都很清楚，字都很大，这就是有凸显那个重点了。宗教界、教育界好像比较没有。演艺界啊，新闻界的就会比较大，字都很大，有影像还有字，很大的字。柠檬十字切开加盐巴，放在电冰箱里面的时候可以除臭味，除冰箱里面的臭味。慢慢看要看很久，就好像在看那个邮票一样，图片画面都很清楚，就好像在看邮票一样。这么多的影片，目录小图示，就好像在看那个邮票一样，有趣味，有艺术，有学问，有探索，好多种，有养生，然后怎么快速看到那个影片呢？用 OK Google 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圈圈 OK Google 长按，它跑出来以后呢，就说请搜寻这个影片的名称用影片名称来搜寻，比如说请搜寻20年一刻大学文凭终于，可能后面是拿到手，或者是这个了，请搜寻
宇宙尺寸比较 3D。那么现在马上操作看看，但是一操作可能这个画面就不见了。屏幕正下方圆圈圈。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宇宙尺寸比较 3D。那度有几个建议，你可以讲要怎样连到蓝牙，或者传送语音讯息给小沙，扫一下就可以递到多地选项。还有设定闹钟呢，还可以叫他帮忙设闹钟哦，还有叫他帮忙设定闹钟几点叫你起床呢？哎呀 ，OK Google 语音助理可以叫他帮你设定闹钟，然后几点叫起床呢 ？OK Google 可以有叫起床的功能哦，这么厉害啊！还几点日出诶，这么厉害诶！因为这是哪一首歌也可以知道，打电话给谁也提醒一下，天气怎么样也可以用语音助理问天气会怎么样啊，会不会下雨啊，有没有台风哦？哎呀，厉害呀！问时事大概也可以，问韩国语的民调第1名大概也可以知道，好厉害呀！体育新闻哦，运动比赛导航哦。提醒做什么事啊？提醒几点要做什么？好厉害啊！还娱乐嘞呀！还查字典哦，还有购物啊，网络购物呢，旅游啊，旅游班机，好多资料都可以帮忙找，好厉害呀！个人资料同档案明天有哪些日历活动显示账单，好厉害呀！营养还问营养呢。人家蔬菜水果、蛋类的营养，附近有药具嘛，有咖啡厅嘛，可以找控制装置哦，请他帮忙开启 YouTube 啊，厉害对啊，应该先请他开启 YouTube， 然后再搜寻那个影片名称啊，打开应用程式同网站比如说打开 YouTube 了，打开 Spotify YouTube 比较常用财经的你看股价那个都可以问厉害。新闻有什么即时新闻都可以问计算圆周率乘以13的平方是多少？157的平方跟开根号就对了，是多少？厉害！语音助理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翻译把谢谢翻译成日文早安的话文怎么讲？好厉害！哎呀，那这个影片的字幕一句一句的，就说这一句话把这一句话翻译成日文，把这一句话翻译成韩文，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越南文，把这一句话翻译成泰文。比如说把谢谢翻译成日文，或者说早安的话文怎么说？厉害呀！好棒好棒哦！单位换算，1公斤是几磅，1英里是几公里，好厉害啊！记事情记住我的脚踏车密码，好棒哦！密码锁是多少？记住脚踏车密码锁多少？够厉害的呀！再跟他对话谢谢你。随时再来找我哦。好厉害，还可以跟人对话呢。再操作一次看看。OK Google， 请帮忙开启 YouTube。好，现在透过 YouTube 音乐播放 Muzzy 电台。音乐播放音乐给你听好厉害！语音助理实在有够厉害的呀。OK Google， 请帮忙搜寻宇宙尺寸 3D。你可以试下做了地也，你可以。OK Google， 请搜寻影片宇宙尺寸比较 3D。
如果你想随意浏览影片，你可以说出让我看猫咪影片这类的字句。如果你想看特定的影片，你可以说出让我看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这类的字句。好棒好棒啊！搜寻影片是这样的啊。好，那开始念啊。让我看什么啊？按喇叭。让我看宇宙尺寸 3D。目前显示的是符合搜寻条件的图片。让我看宇宙尺寸 3D。宇宙你看不清楚了，所以我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所以那个音要越标准越好，没有卷舌，没有翘舌。下面是我在网。请让我看影片宇宙 3D。没问题，马上播放 YouTube 音乐上的你做 3D。真的有哦，厉害耶！宇宙 3D。When we look out into space, we are not only looking at things that are far away, we're looking at things that existed in the past. For instance, the sun is about 93 million miles away, and it takes light about 8 minutes to get here. Thus, when we sit down in the morning with some toast and our first cup of coffee for the day, and look... 我要这个啦，宇宙尺寸比较 3D。请让我看宇宙尺寸比较 3D。来看看符合搜寻条件的图片。可能那个说话的声音不标准啊。请让我看宇宙尺寸比较 3D。下面是我找到的资讯。你看，厉害呀！所以该翘舌音不是卷舌，应该叫翘舌音。语就要念清楚，厉害呀！宇宙尺寸比较 3D， 厉害厉害。就这样啊，你看用OK Google 可以帮忙找到影片，很厉害啊，比你记住那个网址，然后去那个 Google 网址搜寻网址栏，然后贴上去那个网址，快多了。这叫做宇宙尺寸的比较 3D 立体，这是星球的大小比较。越来越大力了。水晶地火小，木土天海9大行星啊，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你看，金星、地球、火星，木土、天王、海王、冥王星等等。多少公里都显示出来，越来越大力了，颜色都看得出来，就是这样啊。那看看比较看看是不是那个波浪清单那个有对。按右下角退出，你看宇宙尺寸比较 3D， 是不是刚刚看的那一部影片？对，它是中文的，那个影片名称是中文的，刚刚那个影片名称是日文的。哎呀，真神奇啊！可以按快一点吗？快转，很快。你看，你看星球，你看，太阳呢。红的那么大力的，
那么远呢？为什么做白色的呢？哦，你看呢？为什么太阳红的以外，其他还有红的？哦，你看那距离那么远。哦，还有那个。神奇啊，真神奇啊！宇宙这么大，完全大千世界是说一个太阳系是一个小小世界，3000大千是说1000的3次方，那就是10的9次方是10亿呢。因为10的8次方就是1亿啊，所以10的9次方就是10亿啊。哦。3000大千世界，10亿个太阳系啊，那么多呢。佛经说100亿西米，古印度当我前面内意由我真诚的每一个细节，我把关你品管一起传出台湾的骄傲。然后就跳到三花棉叶 sunflower， 所以它少了一个单位，所以10亿就跳到100亿了。所以100亿西米要配合3000大千世界，就是应该是10亿个太阳系，每个太阳系都有西弥山。西弥山不是喜马拉雅山哦，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哦，是从海上去的。西弥山，山下，山脚那边4大天王天，山上高丽天，高丽天一阳大帝。大天尊住的那个天，佛陀过世前还要上升到高丽天宫，说地藏经给他的妈妈摩耶夫人来听啊，你看，所以佛教的孝经就是地藏经。